有一种鸟仔叫做十姊妹，我做囡仔诶时代捌饲过，相信有经过迄个年代诶加减嘛拢知淡薄啊。真侪少年朋友拢会斗讲，阮阿爸、阮阿母啊，定定爱讲因迄个时代生活偌困难，拄偌困难。阮即代囡仔拢好命毋知，这也无怪。无经过共款生活经验的，是真学理解别种社会状况的价值观。迄当时我嘛才6岁囡仔尔，毋知影啥物是困苦，怀伫厝边隔壁逐个共款是安尼咧生活，无地做比拼。我简单知影阿叔伫5更尾头前的年钱卡顶鸟厨仔，讲要饲10姊妹。饲10姊妹甲生活艰苦有啥关系？这是真复杂的问题，无法度3、2句就讲甲真足。我要是拼头仔甲故事讲落去，阮三叔还未去过年的戏园学编辑进前，迄阵伊做兵转来也有几若年啊。传统的做事，伊嫌艰苦，阁无利润。厝里都有2个阿兄咧做啊，伊想要走找家己的出路。伊生起的头水底寮，甲人公家饲猪了钱。嘛有去北部学卖土炭，生理囝学西，毋是逐个拢有才调趁即款钱的。听讲伊做过头路袂少，毋过无一道成功的。无搭理我，转来装骹食土，有伫田头仔几若工，一直到迄个朋友来阮兜。迄天，伊阿伯带一个穿西米露的青粉人来阮兜，甲我讲。恁兜的人客落伫路呢，互我捡着，阿谢，叫恁三叔啊摕囡仔来领。伊阿伯讲话就是结结，我做囡仔都听惯势，知影是要找阮三叔爱人客伫路呢，甲伊阿伯问路，才带伊来的。我带迄个人客去大狗的田头仔树仔骹找伫遐咧拄久的三叔。迄个青粉人是三叔较早伫台北熟识的。本地嘛真落魄，讲是有朋友咧斗牵绳，才有今仔日会当穿甲遮尔青笑。想着阮三叔啊，即个好朋友，好康的专工来斗相报。三叔啊真感动，问伊有啥好康头，敢真是有帮赞。人客讲是毋打帮赞阮阿叔尔，连庄年的厝边隔壁嘛对应袂着。消息就安尼传出来。讲是日本人当咧销酸鸟仔，毋过因无用为鸟仔囝顾较大，毋才会要为台湾进口遮个鸟仔。拄好迄个人客因朋友的公司是做即款生意的，伊负责四界斗找人饲鸟仔。庄骹人听到鸟仔会当卖钱，逐个有影欢喜。伫即片平洋，有超过一半的田咧捕猪仔，厝角鸟都是爱食蛏仔。毋则叫做七鸟仔，逐区田嘛有兄弟仔咧顾，毋过愈来愈无效。兄弟仔是讲稻草人，阮做事人若讲出稻草人，鸟仔都毋惊啊，所以毋则拢讲是兄弟仔。讲来嘛真笑亏，七鸟仔毋但毋惊遮个兄弟仔，颠倒规阵飞来飞去咧欣赏，议论比拼，看倒一身稻草人徛的姿势较好看。做田人去甲鸡鸟仔一直吵，迄鸟仔嘛毋认输，啾啾叫骂转去。做事人想讲别项都毋知，若鸟仔是满死过，前差有较歹掠尔。人客笑笑啊解说，毋是要爱吃鸟仔，因日本人喜意的是文鸟、银鸟、十姊妹即类的鸟仔。庄骹人煞拢硬去，伫田庄。若要讲鸟仔类是真济，七鸟仔莫讲，阁有乌手、乌喙笔仔、白头壳仔、网虫仔、燕仔、青猪仔、红头仔，啥物怪花杂色的动物，都是毋知有啥物文鸟、银鸟、十姊妹。人客摕出几张相片，解说讲倒一只是文鸟，一只讲是出价60箍，啊倒一只是银鸟。一只是90箍，另外迄十姊妹一只是20箍，拢是饲甲变鸟豚仔都会使卖。公司有另外请人专门咧捕鸟仔囝。
会使去甲公司买转来饲。庄骹做事人听到一只鸟仔值几十箍，逐个钱仔吐吐。迄阵的工价，一个报餐工嘛才30箍尔，一只看起来都无啥会毋食鸟仔，哪会遐好价？规庄拢喊起来。迄个人客搁去别庄宣传的时阵，庄内人咧回讲即款头路的做得，怀疑报餐炒甘蔗一架当收起来。准讲免本全趁的嘛无几元，饲鸟仔阁是辛苦工课，敢是天公伯啊咧斗保庇，才有即款好康的代志。简单庄仔内上无人言，众人嫌的破价成啊，一支使飞喙讲。世间有遐好的代志，莫讲啊！好康的哪有通着甲咱？迄箍人，恁毋通看伊西米露穿甲笑笑，凡世事变身啊！阮三叔啊，真气，骂伊讲：你即个好小生啊！迄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是我较捌伊，也是你较熟悉。你家己散甲鬼要掠去，阁也会讲人的闲话话。怀疑好野散是恁兜的代志，莫伫遮乌白乱两小拍酷就好，破价成啊，破价喙。过几工，人客阁来庄里。带阮三叔甲几个厝边去到云林海口，遐有人较早饲杂姊妹，讲有趁着钱。规阵人骑铁马去，拢载规笼鸟仔转来，讲是迄落海口人有影饲过一水50只杂姊妹，拢总卖1000箍，倒价钱换鸟仔囝，一只5箍，拢总200只，饲3个月啊，倒阁会使卖。迄时倒有4000箍啊。较爷咧做一架地，佮讲等本钱较粗咧，才换买一只20几箍的文鸟，也是银鸟转来饲，安尼趁较有。庄内人钱早无遐济，嘛要惊惊，倒一个开50箍，买10只杂姊妹转来。阮三叔啊，一摆雄雄倒买100只杂姊妹，佮文鸟、金鸟一项5对。无够钱，因朋友先互伊欠，讲等卖了趁钱才行。我起先掠准鸟仔食通就好，哪知讲爱搁甲公司买专工为即款鸟仔制作的饲料，米仔甲番麦仔落去烂的，亲像人安尼，一工饲3顿，逐早起都爱清鸟厨仔，添饲料、清水，甲鸟仔晒饼清气。我真爱斗3工。文鸟、金鸟也是杂姊妹，拢要细食。短短短，毋过啾啾叫的声，伫店前的透早特别好听。鸟仔一日一日大，我的囡仔伴阿生甲客人囡仔阿芳仔、阿润仔拢真心善，定定来阮兜看鸟仔。因想要饲鸟仔食饲料，我讲因袂晓，袂使乌白饲。迄阵我心情足样。真紧，鸟仔毛愈发愈长，鸟仔嘛水起来。文鸟是白的，毛白色色；金鸟是青蓝白，搁较水。杂姊妹嘛真古锥，鸟仔愈大只，三叔啊心肝愈欢喜，我就愈烦恼。我知影遮个古锥的鸟仔会互我招卖去，烦恼罔烦恼，鸟豚仔总是爱卖才有钱。迄天。人客甲2个公司的人驶一台货物仔车来，人客小解迄个嘛是穿西装的，讲是公司的经理，另外一个是驶车的运转手，有饲鸟仔的拢来阮门口订购。经理讲介绍甲进前品的无共啊，日本迄边饲草的关系，饲鸟仔呼喜吓叫，想讲即些害啊。破价成啊，伫边仔冷冷讲，我都知咧。出问题啊！好，经理宣布讲，较早一只90箍的文鸟，即马一只剩80箍尔。金鸟嘛有6，较早是60，即阵剩55箍。三叔啊讲，伊一项才拢饲10只尔，家财损失无济，上关心的是杂姊妹落偌济。庄内人嘛拢饲杂姊妹尔，逐个耳仔揪长长真足听。经理讲，嘛毋知安怎，这杂姊妹真反常，一只煞倒去5箍，
即马一只是收25箍。众人有够欢喜，干打破价成啊面红红。经理甲鸟仔拢掠入去车顶的鸟笼仔内，认一支银票出来，要发互逐个。三只讲要搁试，问伊敢有载鸟仔囝来。经理讲无啦，恁若要搁买鸟仔囝来甲我登记，明仔载才载来。毋过介绍爱成品一个，文鸟甲银鸟一对减2箍。十姊妹本地一只爱去5角，毋过为答谢原客户，今仔日卖的钱要换鸟仔囝的，一只共款是5箍。若要加买也是新客户，拢着爱一只5箍半才买卖。要爱的今仔日爱先登记，明仔载才有因的额。有人讲临时临要无钱通买，经理讲是先登记，等掠着鸟仔囝才付钱就会使。即摆连上铁器兼破价的成阿嘛登记100只的十姊妹，搁有隔壁总听着风声走来的嘛拢抢要登记。为过昼母甲尾暗才处理好势。翻转工，一捆3台货物仔车载鸟仔囝甲饲料来，算算咧，连合饲料的钱拢总一摊就收买20万。过来，规庄拢咧饲十姊妹。阿星、阿胖啊，甲阿润啊，因拢免搁来阮兜看鸟啊。当然，3个月后，都找无迄间公司的人，鸟也毋知要卖互啥。规阵人来找阮3只啊，伊煞讲嘛毋知迄个朋友住倒位，较早伫台北嘛才甲伊见过2摆面尔。破价成啊讲，我都知咧，讲真卡怂。阮3只啊妹讲。你家己毋是骂了550箍，拢是互你带衰小的。顶便你无买，阮就拢趁有着钱。即摆的十姊妹事件，阮整年的结论是，破价成啊害的，